你有冇試過喺件舊物件入邊發現一個完全唔屬於你，但又同你有關嘅故事？一個舊首飾盒，一條生咗鏽嘅鎖匙，一張退咗色嘅結婚相。呢啲嘢呢睇落好似冇關係，但係當你開始去追查嘅時候，你會發現佢哋引領你去嘅地方，竟然係你自己嘅根源。歡迎嚟到故事茶座，我係 Max。同大家講一個發生喺台灣嘅故仔，關於一個退休教師同一個古董首飾盒，同埋一段俾人遺忘咗幾十年嘅家族秘密。每個星期六嘅朝早，72歲嘅李鳳嬌婆婆都會做同一件事啦。淋完陽台嘅蘭花之後，換衫落樓，行去隔離街嘅早餐店買個蛋餅同豆漿，然後搭巴士去福和橋嘅跳蚤市場。呢個習慣呢，由佢老公走咗之後開始，到而家已經10年。福同橋下嘅跳蚤市場係李婆婆嘅星期六例行節目嘅，唔係成日買嘢，但係佢中意睇舊物件，每一件舊嘢背後都有一個故事。作為一個教咗30幾年書嘅老師，佢對故事呢樣嘢有一種職業性嘅好奇。行到個古董攤位前面，李婆婆嘅眼睛被一樣嘢吸引住咗，係一個深啡色嘅木製首飾盒，盒蓋上面有精緻嘅手工雕刻，一串桂花。盒身雖然舊，但係咧保養得唔錯。咁就李婆婆嚟捧起個盒，手感好實淨。佢打開盒蓋，入邊嘅紅色絲絨仲好新淨。攤位嘅老闆黃福來呢係個健談嘅老人家，佢話個首飾盒呢係幾個月前呢喺南頭一個清拆嘅舊屋入邊呢執翻嚟嘅。嗰間屋有成100年歷史嘅。咁黃老闆話聽講呢係一個茶農嘅祖屋。入邊好多嘢都俾人清走晒，剩翻呢個盒同一啲零零碎碎嘅嘢。翻到屋企之後，李婆婆坐喺書台前面，用放大鏡仔細咁研究個首飾盒。佢發現紅色絲絨內層嘅底部有少少唔平，好似下邊仲有啲嘢。佢用手指輕輕咁按，感覺到有一塊薄木板可以向上推。佢小心咁用力一推，塊薄木板一推開，出現咗呢個隱藏嘅暗格，入邊放住兩樣嘢，一張發黃嘅黑白結婚相，同一條細小嘅黃銅鎖匙。李婆婆拎起張相，相入邊係一對年輕夫婦，男人身穿黑色西裝，女人身穿白色旗袍式婚紗。相片背面呢用毛筆寫住民國47年春。李婆婆咧望住張相，心入邊咧忽然之間有一種奇怪嘅感覺。相入邊嗰個女人咧，佢嘅輪廓、佢嘅眼神咧，有啲似喺邊度見過，但係佢諗極都諗唔起。至於嗰條黃銅鎖匙，佢試過插落屋企嘅大門、衣櫃、抽屉，全部唔啱。呢條鎖匙係用嚟開咩嘢噶？李婆婆打電話俾佢個仔志強啦，志強喺銀行翻緊工，聽到媽講完之後，佢嘅反應有啲冷淡。媽，你唔好咁認真啦，個盒係人哋掉出嚟嘅，張相擺咗入邊幾十年，邊個會記得？但係咧，李婆婆唔係咁易放棄嘅人咧，佢做咗30幾年教師，最大嘅本事就追根究網。李婆婆決定要查清楚。佢由張相開始咧，民國47年，即係1958年，箱入邊嘅布景係一間舊式照相館，背景有一幅手繪嘅風景畫，風格咧係台灣50、60年代照相館常見嗰種。李婆婆上網查，咁發現以前南投山區有幾個茶園嗰度嘅居民結婚嘅時候，都會特登落山去鎮上面嘅照相館影結婚相。第2個星期六呢，李婆婆帶住張相去揾翻黃老闆啦。黃老闆一睇到張相就話：咦，呢張相你喺個盒入邊揾到噶？佢諗咗一陣，跟住話：我記得執個盒嗰間舊屋喺南頭六谷嗰邊嘅山上面，嗰度以前有個茶園但係幾十年前就荒廢咗。李婆婆做咗個決定，佢要去南頭啊。志強知道之後呢，第一反應係反對。媽，你72歲啦，一個人去山區唔得，等我有假先陪你去。但係咧，李婆婆好堅持，我有咩好驚？我行得走得。而且呢，佢望住張相，我有一種感覺，呢件事同我有關。最後，志強請咗一日假，揸車陪阿媽去。佢口上邊話：費事你出事。但係李婆婆知道個仔其實係擔心佢，
咁車上邊咧，李婆婆咧坐喺後座，手上邊咧拎住嗰個布袋，入邊咧係張相、條鎖匙同埋個首飾盒。由台北去南投鹿谷，車程大約3個幾鐘啊。沿途嘅風景由城市慢慢變成鄉村，再變成山區。咁李婆婆咧係望住咧窗外嘅茶園同檳榔樹咧，係心入邊有一種難以形容嘅感覺好似呢度嘅一切對佢嚟講咧有一種莫名嘅熟悉感。佢哋終於到咗鹿谷山區嘅茶園啦，呢度嘅風景好靚，一行咧茶樹沿住山勢種植，空氣入邊有一股清新嘅茶香。但係最令李婆婆心入邊震動嘅唔係風景，而係由佢腳踏到呢片土地嘅一刻開始，佢就有一種好奇怪嘅感覺，佢好似嚟過呢度茶園嘅管理人係個70幾歲嘅老茶農。咁佢話呢個茶園以前屬於一個姓李嘅家族。李婆婆聽到呢個姓嘅時候咧，心入邊跳咗下。管理人咧係帶佢哋去睇茶園中間嘅舊製茶廠，一間廢棄咗超過30年嘅木造建築。製茶廠入邊光線好暗，到處都係灰塵，但係李婆婆嘅眼睛好快就俾牆上面嘅一樣嘢吸引住，一塊舊木板上面寫住茶廠嘅規章同營運記錄，底部有一個簽名，負責人李金水。李婆婆望住呢個名，成個人呆咗。李金水呢個名，李婆婆聽過，佢細個嘅時候，佢阿媽同佢講過，佢阿公外公叫李金水，係南投一個茶農，但係佢阿媽從來冇帶過佢返鄉下。所有關於阿公嘅嘢咧，都係佢阿媽口中嘅片段啦，模糊遙遠同埋刻意不被提起。老茶農坐喺涼亭下邊飲住茶，慢慢咁講起往事。佢話李家喺度種茶種咗3代李金水係好出名嘅茶農，但係喺1959年啦，即係張相入邊嗰對新人結婚之後嘅1年咧，李家發生咗一件事。李金水嘅大女，即係佢個女，突然之間離開咗茶園，去咗台北。由嗰日開始，佢冇再翻過嚟，冇人知道點解。老茶農話咧，由茶園再向山上邊行大約半個鐘，有一個已經廢棄咗嘅小山村，嗰度就係李家以前住嘅地方。李錯，但係佢提醒李婆婆，嗰度已經冇人住咗成30年噶啦，路都生晒草，好難行。李婆婆堅持要上去，志強勸唔到佢，只好陪佢行。山路狹窄，雜草叢生，但係有志強喺前面開路，兩個人慢慢咁向上行。咁李婆婆心入邊知道呢條路嘅盡頭呢，可能就係佢一直以嚟都唔知道嘅家族歷史啦。行咗大半個鐘，佢哋終於到咗眼前嘅景象呢，係一個被時間遺忘咗嘅小山村。幾間紅磚屋同木屋咧，沿住一條小路排列咧，大部分咧都已經破爛不堪嘅，即係屋頂生滿青苔咧，有啲甚至咧係倒塌咗啦。咁但係咧喺呢片蒼涼入邊咧，李婆婆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有嘅連結，佢嘅根就喺呢度。村口咧有個細小嘅土地公廟。雖然山村已經荒廢咗幾十年啦，但係土地公廟似乎仲有人打理啦。廟前嘅香爐入邊咧有幾支燒完嘅香腳。李婆婆企喺廟前，雙手合十拜咗拜，然後行咗入去。土地公廟入邊神架下面有一個細小嘅木抽筒，抽筒上面有一個黃銅鎖窿。李婆婆望住個鎖窿，心入邊忽然跳得好快。佢由布袋入面拎出嗰條黃銅鎖匙，佢由台北帶到嚟南投，由城市帶到嚟山區嘅鎖匙。佢將鎖匙慢慢咁插入鎖窿，完全吻合。李婆婆深呼吸咗一下，然後慢慢扭動鎖匙，咔一聲鎖開咗。佢拉開抽筒，入面放住嘅嘢令佢眼淚即刻湧咗出嚟。抽筒入面有一本發黃嘅族譜，一條銀色嘅長命鎖，同一張細小嘅黑白相。相入面之前結婚相嗰個年輕女人抱住一個初生嬰兒。咁相片旁邊用毛筆寫住幾個字：女鳳嬌，1952年生，鳳嬌李鳳嬌，就係佢自己。志強望住張相，然後望住佢阿媽塊面，同樣嘅眼，同樣嘅輪廓。張相入邊嗰個初生嬰兒就係李婆婆。媽，志強把聲有啲震。呢個即係話李婆婆冇答，佢只係望住張相，眼淚一直流。
佢終於明白咗族譜上面嘅記載解開咗一切。1952年，李金水嘅大女，即係李婆婆嘅阿媽喺台北生咗個女，咁但係因為某啲原因咧，族譜上面只係寫住因故離家，佢冇翻過茶園。咁佢喺台北獨力養大個女，從來冇同個女提過鄉下嘅事，一直到佢過身，呢個秘密都跟住佢入咗肚。咁李婆婆咧坐喺廟前面嘅石階上邊咧，望住咧眼前嘅茶園同山景咧，佢想起佢阿媽咧係一個沉默寡言啦，從來唔提嘅過去嘅女人。由細到大咧，李婆婆咧都覺得阿媽咧心中有啲嘢收埋咗啦。而家佢終於知道係咩嘢，阿媽唔係唔愛佢，阿媽只係冇辦法面對自己嘅過去。李婆婆終於明白咗啦，個首飾盒係佢阿公李金水送俾佢阿媽嘅結婚禮物，嗰條黃銅鎖匙係土地公廟神活抽筒嘅鎖匙，呢個抽筒係李家放族譜同重要物品嘅地方。1959年啊，當李婆婆嘅阿媽離開茶園嘅時候，佢帶走咗個首飾盒，但係條鎖匙留低咗喺個盒嘅暗格入邊，可能係佢唔捨得掉咗佢，可能係佢希望有一日個女會揾到條鎖匙，揾到翻嚟呢度嘅路。黃昏嘅時分，佢哋準備落山。臨走之前呢，李婆婆企喺村口，望住呢個曾經係佢家族生活咗3代嘅地方。山村雖然已經荒廢咗，但係呢喺金色嘅夕陽之下呢，去睇落竟然有一種寧靜嘅美。李婆婆知啦，呢度唔會再係一個被遺忘嘅地方，因為佢終於嚟啦。翻到台北之後呢，李婆婆將本族譜同首飾盒放喺書台上面最顯眼嘅位置。由嗰日開始，呢兩樣嘢唔再係陌生嘅古董，佢哋係佢家族嘅一部分，係佢自己嘅歷史。第二日朝早，李婆婆坐喺書台前面，打開族譜嘅最後一頁，嗰頁係空白嘅。佢拎起毛筆沾咗墨水，然後小心咁喺族譜上面寫低咗自己嘅名字、志強嘅名字同埋孫仔嘅名字，中斷咗幾十年嘅家族記錄，終於再次被填上嘅。嗰晚，志強放工之後上咗阿媽度食飯，佢坐喺梳化上面飲住茶，忽然之間講咗句：媽，多謝你。李婆婆抬起頭望住佢：多謝我咩？志強望住佢認真咁講：多謝你咁堅持，如果唔係呢，我呢一世都唔會知道自己嘅根喺邊。咁李婆婆特登請咗黃老闆上嚟屋企坐呢，當佢將成個故事講俾黃老闆聽嘅時候，呢個做咗幾十年二手買賣嘅老人家都忍唔住眼濕濕。我做咗咁耐呢，黃老闆話從來冇諗過一件舊物可以帶人去到咁遠，更加冇諗過會帶人翻到去自己嘅根。之後嘅每個星期六李婆婆繼續去福和橋嘅跳蚤市場呢，但係佢望住每一件舊物件嘅眼神呢，已經唔同咗。佢唔再淨係一個退休教師喺度消磨時間，而係一個揾到自己根源嘅人，喺度欣賞緊每一件舊物件背後都可能隱藏住嘅故事。李婆婆開始教佢個孫仔寫書法啦。每次上完堂咧，佢都會同孫仔講個關於首飾盒嘅故事。當然啦，故事嘅主角咧，一個好勇敢嘅婆婆同埋一個好孝順嘅爸爸。咁佢想孫仔知道家族嘅歷史好重要，而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將呢啲故事傳落去。李婆婆將結婚相裱咗起嚟，掛喺客廳嘅牆上邊，同佢老公嘅相並排放埋一齊。由今以後，每一個入嚟佢屋企嘅人都會見到呢張相。咁而每一次有人問起，李婆婆都會好自豪咁講：呢個係我阿公同阿婆呢，佢哋係南投嘅茶農。喺一個平靜嘅黃昏李婆婆再次拎起個首飾盒，今次呢，佢發現咗一樣呢之前錯過咗嘅嘢，暗格嘅底部原來呢仲有層，佢輕輕推開之後，發現咗一張折到好細嘅泛黃信紙，信紙上邊嘅毛筆字好秀麗，但係墨水已經退到幾乎睇唔到。信上面寫住呢：阿女阿媽對你唔住，呢個盒係你阿公俾我嘅。如果你有一日睇到呢封信，即係話你已經揾到翻去個路，我好想翻去，但係我怕。你唔好怪我，好好記住你嘅根喺南投，喺李錯阿媽字。1960年冬，李婆婆望住呢封信，眼淚終於忍唔住流咗落嚟。佢阿媽唔係冇諗過翻去，佢只係等緊一個人，等緊佢個女去做佢自己做唔到嘅事。
一個星期日嘅朝早呢，李婆婆、志強同孫仔3個人再次開車去南頭。今次車上面多咗一份嘢，一束鮮花同埋一個已經不再空虛嘅心。佢哋去到山村嘅土地公廟，李婆婆放低束花，然後打開神媽嘅抽屉，將封信放翻入去，放翻喺佢本來應該喺嘅地方。然後呢，佢合埋個抽屉，用嗰條黃銅鎖匙鎖翻好。由呢一刻開始，呢個秘密唔再係一個傷口。佢係一個完整嘅圓。李婆婆嘅故事話俾我哋知，有啲秘密係需要時間去解開嘅。有啲路係需要等到適當嘅時候先會踏上去。咁而最重要嘅係，我哋每一個人嘅背後呢，都有一個故事。問題係你有冇勇氣去揾出嚟？得問你一個問題呢，你嘅家族入面呢，有冇一啲你細個聽過但係從來冇人解釋嘅往事呢？你有冇諗過去追尋自己嘅根啊？咁請喺留言區話俾我哋知。我係 Messi，祝你哋身體健康，下次再見。